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传出到第一例确诊的个案。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来证实，伊的国会办公室一个住伫网咖的同仁，顶礼拜采检昨暝确诊。不过罗致政讲，这个同仁为17号开始就无到立法院上班，目前嘛无发烧，嘛无其他的症状。罗致政讲，伊嘛惊家己会将做立法院防疫的破口，所以已经规家伙带去做检测，目前一切拢是阴性。 立委罗致政国会办公室大门锁起来，嘛无助理上班，因为传出疫情已经传到国会。幸运的就是说，不论是快筛、抗原的检测，或者是 PCR 的检测我们都证明现在目前是阴性没有问题。从万华发生这个群聚之后，我们办公室跟服务处就目前在这个过去1个多礼拜都是一天只留守1个人，所以不会有交叉传染的可能性。 而且我们服务处是拉下铁门，只接电话，不接触民众。好友外界唔免烦恼，立法院除了透早已经进行大消毒，议场内底假帮嘛拢已经整用好，连行政人员拢真紧张，面大手笼拢已经传用好。不过，就算政府一直呼吁，也是有未少所在传出有民众无愿意挂嘴暗。 甚至无爱听可劝，国拍店员实在伤危险。着立委提案要修改传染病防治法，甲外挂嘴暗的罚款增加到1摆上当5万块。跟劝阻之后，你反而还用言语或是用暴力来对待，我们认为这样的罪行是非常不可取，也是防疫的破口跟漏洞，更是防疫的白目。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白目，我们已经有提案劝导，却还不戴口罩，甚至暴力相向的话，最高裁罚5万元。防疫不是开玩笑，防疫不是自己喜欢就好。真正无咧讲算笑，毕竟非常时期外挂嘴暗，可能互家己、有别人拢有畏着病毒的风险。